歡迎乘搭九龍巴士公司280號線。本班車將由穗禾苑開往沙頭東科技道，半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Dear passengers, on behalf of Thailand Lotus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route number 2806 to Shanghai Multi Road.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midway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280X 线。本班车将由穗禾站开往尖沙咀东国地道。中途进入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祝各位旅途愉快。下一站係穗禾路。Stop is Solihull Road。下一站是穗禾路。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fast。下一站係火炭進爵村。The next stop is Botan Bin Yong Estate。下一站是火炭信陽村。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頭先我哋嚟過啦，呢度啦。頭先嗰架車入過嚟呢度啦。下一站係火炭康美街巴士總站。The next stop is Botan Shanley Street Bus Terminus。下一站是火炭山尾街巴士總站。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係啊，好似又係咁樣兜翻上去喎。呢個翻行翻 S 開，又喺呢度轉彎。係啊，叫三美街。咩總站嚟嘅？睇下先。81K。
下3A 啊，係咪？三美街幾站？哦。嗰個88S 喺嗰度。佢飛咗我哋。係啊，冇跟住我哋啊。咁咪好咯。下一站係火炭村。The next stop is Botan Village。下一站是火炭村。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呢個車經女人街嘅。應該經。係啊係啊，經。啊，嗰個叫太子道咯。啊。旭和苑。我都係第一次嚟呢度嘅，你係咪？嗱，前面嗰架我哋追到就差唔多88S。下一站係和平村。哇！飛站。Roger Estate。下一站是和沙村。請緊握扶手。係啊。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多數轉右，呢個右啊嘛，啊你一定要左右一定要分清楚喎，呢個和斜啦，哇！兩間學班。哦，訓練啦，即係學班。我呢架車開得好快，係咪？我哋好中意飲嗰個嚟講喎，係咪？係咪好飲啲㗎？其實唔好飲咁多，其實。我知，因為甜啊嘛。係啊。我唔想食你。係啊，你一。哇！跟住有個8K，有乜嘢啊？有部間錯啊！有個81K。80K 啊，81K 啊，即係都係頭先我哋嗰度開落嚟嘅。不過佢新條圍要經呢度咯。跟住隔離就係瀝源啦，瀝源總站。你點知係和斜隔離瀝源嘅？瀝源 Estate。你知啊？好熟路。下一站是荔園村。有時我熟路到好似考完木牌就好似咁揸住本班車軌280。咁你將來都會考牌？東方即係考牌啦。哦。而家有個人唔使考牌，可以揸個車。咁啊係啊，除非偷路牌啦。都要考牌。即係偷咗個牌就可以揸。如果你借咗人哋個牌可以揸。咁係，自己有個牌好啲㗎，可以周圍去咯。我咪有機會搭巴士去塞車去嚟尖沙咀嗰啲乜東。依架車去尖沙咀碼頭㗎，你知唔知啊？摩地道啊！摩地道咩？你又知嘅？你睇過啊？頭先？冇啊！冇咩？我乜路線都知㗎啦。我哋搭唔搭去摩地？摩地一定要經尖沙咀嘅喎，又係塞車嘅喎。我哋喺旺角落啦，不如好唔好？好啦好啦，女人街落。下一站係花田大會堂。大會堂啦，你睇。The next stop is
Shopping Town Hall，有陣時，下一站是啲伯伯沙田大會走晒堂。啦。嗯，我哋嘅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我知拎嗰個總站，佢射出 X，跟住有個8-1啊嘛，係啊。係嘛？你又想瞓覺喎，咁點啊？瞓咗咯。嗯。開得快一快。坐哪里啊？老板拿下来吗？老板要不要取下来背一下？係記得咧，係啊。大洲酒店。呢架車可能係行獅山隧道。Royal Park Hotel。是啊。下一站是帝都酒店。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架車做咩？咁啊，係特登唔停。仲未決定行嘅路線。係啊。跟住架大貨車又攞住咗。冇嘅，人哋已經泊咗喺度啊嘛。你喐嚟喐去，即係突然間有呢度，跟住又突然間嗰度。係啊，嗰啲熟路啊，都唔知行邊條線。咁你咁樣後邊咪跌晒咯，咁整咯。你真係好似別咁喎。The next stop is Jinsha Highway West Interchange。下一站是青沙公路转车站。九巴多條路線由九龍新界各區直達高鐵站，接通全國各大城市，快捷方便。九巴高鐵接駁路線班次頻密，選擇多，出行搭高鐵，九巴接駁最方便。
大圍啊，帶我去，帶我，我知呢個係香港大家嗰個區。哦係帶我去李小龍他說我那時候住的時候，帶我去上巴士，可以把你接回學校，就嗰個唔知會搬嚟，哦，約束到時香港方面會搬嚟呢度。就不用跟到，就講你生活常識根本就不用跟到，你跟這些人一起玩，你像他這些人不行，火車站你是一起拿嗎？就是他其實沒有把我帶到火車站，就當然是老師把你帶到火車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想把我帶到火車站，還是想讓我成長一下吧。他就跟我說，就是你說可以讓我嘛，那就不是我可以自己做嘛，他就說你跟着我走。應該唔得，公路係高速公路啊，你個車唔可以揸得咁快喎，係咪先？唔係喎，你真好慢，嗰邊有機會撞車，或者有機會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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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叫順順，呢唔係咯，係咯，哦，我知啦，西沙公路啊，唔知咩？我知啦，有兩條船路啦，唔係我嗰度係城路喎，係咯，我真係唔知啦，我第一次搭巴士都唔知道。我都係第一次哦，呢度去係咪去呢個那我們明天中午可以嗎？沙田嶺隧道啊？哦，呢度一出去係咪龍翔道嗰度啊？唔係嗰個係獅子山，哦，呢度我第一次搭喎呢啲車。真係我上一次搭過249S去沙田，就喺青衣站。青衣知唔知邊度？可以轉機船巴士好嘛？係啊係啊。我有試過喺嗰度轉機，哇，貴到飛！他早上把那個保利來拆了，他一直放別的新鮮，在香港拍幾張，你爸爸是不是拍幾張？不用嘛，還要轉新鮮，比較新鮮，越新鮮越好，放冰箱。沒有。但是就是我為什麼今天把它期待呢？是因為今天是8張嘛，沒有。8張，然後最好清早你就一周內。我睇 YouTube 嗰陣時，即係睇電影嗰陣時，即係有好多巴士經264啊嘛，269啊，268啊，267啊。嗰度啊叫大老山，嗰度係大老山。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唔係我記得即係汀九嗰條叫嗰條叫。汀九嗰度叫咩隧道啊？汀九條前邊咪有隧道去元朗嘅。舊機場隧道。舊機場係咪嗰度？睇㗎。請緊握扶手。尖沙尖沙即係出去咩港線去即係去尖沙咀嘅呢條線。
天气。可以啊。什么意思啊？不寫生日卡？即係嗰度啊，去到佐敦、尖沙咀嗰度咯。哦，呢度我又去經旺角。愛你媽媽，就不如愛你。在已經有了，愛你媽媽。然後那邊農愛你場，多好嗎？而且那個農場都係全香港最大嘅路。媽媽愛你。最近嘅路啊！7個鐘。隔1分鐘冇就嘣蹬一下。係啊，因為行多啊啲車。以前未有大路，以前未有大路山嗰啲係咪靠農場道㗎？係啊，是公司確實。農場道都可以方便好多人。想好了嗎？啊，呢條線都幾快喎！你覺唔覺得好快？通常 X 線係好快嘅。要生日嗎？要餐。我不要配媽媽吃。要茶什麼？媽媽生日不太想帶茶糕餅。花糕。買那個青色的那個。要茶這個嗎？但是我不知道媽媽對它。有人觉得自己点儿喜欢，就是朋友介意，那确实也可以自己挑。我是不介意，我一直都不介意，就是多少。澳廣城係嘛？不用講。奧運站咩？係啦。跟住呢度以前未做奧運站之前呢度係碼頭㗎嘛。深水埗碼頭、它這個大角咀碼頭啊，係咪啊？啊，大角咀碼頭啊，未起奧運站之前，係咯，爸爸同我講過啊嘛。叫大角咀碼頭。但係爸爸同我去深圳深水埗碼頭咧，就我哋過咗㗎啦。咁即係奧運站。算了，不如就說最好的媽媽給我深水埗碼頭最好的媽媽。奧運同呢個麗景啦嘅中間位。嗱，咁頭先嗰度旺角叫大角咀咯，如果深水埗好似就只能選一個嗎？深水埗碼頭咯。生日牌還是 birthday？你爸爸記錯咗得。最好的媽媽。媽媽最好的。最好的媽媽是最好。是我覺得這種叫什麼？我同你搭車經過呢個，但最好的。 904啊嘛。我搭，喂，我之前搭904，喺中環搭方媽媽是。 904係咩？我感覺媽媽其實蠻能幹。好似好差咗啲記性，而家開始。係904。我感覺媽媽唔係904咩？仲話去到上環啊嗰度先至再轉去隧道嘅。西隧㗎嘛。係咯，西隧咯。佢唔去，就佢係西隧，佢入呢度咯，入去嗰度。如果904係荔枝角嗰度喺呢度啊。一嚟都到啦。我感覺我根本不認識那親戚小朋友。我呢睇下路都冇。佢快啊嘛，我哋都睇唔到。要我就直接我不願意告訴他們，還有這麼細。我只認識他們3個朋友。我呢度你記唔記得同我 HK 經過過？係啊，我梗係記得啦。我同你喺度搭203E啊嘛，架車死火啲喺九龍，係啊，同埋搭過 HK 啊。喺亞皆老街嗰度死火啲係咪啊？然後告訴他900分，然後和人800分。然後現在認識那些人1-2分吧。這裡是排港城。我記得啲。沒有，在路沒有大午。在9龍站。我搭
片都經呢度啊。係啊，HK 嗰次20蚊咧車錢，經過你呢度嘅，係啊，真係好貴。我覺得貴啊，20蚊喎。很难行，销量低。即係個站去屯門嘅喎。係只有啊，奶油和蛋糕。嗰600啊嘛，嗰60023蚊到啦，我估計而家96啦。唔係啊，嗰600不嬲都係20蚊雞嘅。20蚊以上，你喺度轉入去咯，而家呢架車要轉咗。你琴晚有冇睇新聞啊？唔係轉咗啊？你琴晚有冇睇新聞？睇咩啊？新聞冇喎，做咩啊？琴日有架巴士喺上水總站轉彎嗰陣時，佢冇轉到彎撞咗個工程。哦，跟住琴日有個嘢，有班開600嗰陣時，你琴晚有冇搭600啊？冇，冇錯啫，冇。但係你教錯咗路，你教錯咗，跟住收228蚊啊！哦，嗰個的士司機啊，係咪啊？唔係啊，600部車啊！哦，你教錯牌路線200，你收咗下一站係聖安德烈堂， 288蚊啊！嗰個巴士啊， St Andrew Church，交288蚊啊！下一站是聖安德烈堂，你個路牌壞咗呢度，哦，你個請收費。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可 handbrake，能一個巴士仲貴過 HK 啊！係咯我一次可以喎。 ，HK1全香港最貴嘅啦，唔係，係嘛？唔係咩？最高嗰個係城巴開篷巴士，哦，好鬼貴嘅，140蚊一程，所以九巴係最抵㗎啦。係咩？所以冇過隧道嗰啲乜東遊下香港啊嗰啲啊，即係城巴都係咁樣㗎咋，哦，佢收140蚊啊！哇，好貴㗎！所以我上次搭嗰個開篷巴士係抵嘅，算。 140蚊係咪可以搭好多轉車㗎？全日任搭㗎？嗱，全日任搭就係要俾99蚊、98蚊，搭晒全部9班路線，唔使俾錢，俾90，即係嗰個月票咯。哦，入票，你搭即係幾多程？一日嘅，即係一日嘅任搭嗰個意思咯。月票咧就1個月任搭咁嘛。 24小時內搭幾多錢？係啦，冇又錯。開篷巴士，又九巴，有龍運，哦，有好多新開嘅篷巴士。好似今日唔少車喎。係啊，今日咁我哋就去摩地啦。可能依架車去乜地度啊？哦，咁佢可能一陣去到 Austin 度嗰度轉出嚟邊度，會唔會咧？唔知，我從來冇搭過車去摩地度，因為嗰啲人喺度馬路地，傻手咯。因為仲未。係啊，有個人睇住嗰啲路面啊，睇下有冇車啊，咁去指好危示險嘅喎，啊。係啊，咁就所以成日有啲輸咯冇錯啦，喎，係啊，機會係啊，唔使講嘅，係真係唔使講，自己心注重就得啦，係咪啊？多咁多，咁下次唔好呢度屬於一條樹嚟熟嘅，佢路面係行車㗎嘛，有啲係起樓啊，多數都行車㗎啦。西九啦，係啦，呢度直去 Austin，跟住再右轉哦，出
彌敦道啊！嗰次我話好塞車嗰度咧，唔係好塞車嘅啫，只不過今日唔係好車，唔係好塞，我唔記得咗係直行啦定轉咗？直去完全冇車喎。直去到彌敦道口再轉右，呢架車應該係。如果去，咦？咁啊，呢架車要轉右喎，佢入咗，哦，入去呢度，喺呢度啊，直去啦要。係啊，為禮交通。差唔多，而家幾點啊？2點半啊！即係30分鐘。2點38，差唔多啦，32。一陣間呢度轉右。上一次我哋打嗰架車咪會塞車喺呢度嘅，記唔記得？炒車嘛。係啊。你記唔記得啊？記得。跟住買咗個600啊嘛。哇！點解嗰次你夠膽同嗰個外國人喺度傾偈嘅？佢喺度買緊飛，佢唔讓你咧，咪佢冇睬到你咧。你嗰次同佢講咩啊？其實我都唔知。唔該，姐姐。你講英文嘅喎。即係講翻，我驚你聽唔懂啊。哦，明白。中文倒翻轉，即係唔該姐姐咯。哦。即係我講係 excuse me。哦，明白。即係我驚你知道普通話。都識聽嘅呢句説話。即係你想行嗰條路，佢又企咗喺度，咁啊 excuse me 咁啊，嗰個意思啦。落得未啊？搞咁耐嘅。開車啦！你嚟響安，你又你揸車又咁心急。咁即係行啊嘛。都企喺度等10分鐘。今日好好喎，唔塞車。係啊，今日就冇塞車。今日好咯。你好似前面搭巴士喎。我有彌敦道，彌敦道係全香港嘅最多巴士。係啊。通常係咪1字頭嘅車係咪過紅隧啊？1字頭，係啊，紅隧。6字頭嗰啲啊，唔係2字頭，9字。東隧。東隧。三山道9字嗰啲就西隧咯。The next stop is 尖沙咀 Bus Interchange Middle Road。下一站是尖沙咀轉車站中間道。請緊握扶手。中間道啊，你識聽 Please 啊？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我聽到話摩地島係正呢個車路。拜拜。我嗰日停埋呢個站應該係摩地道啦，摩地道轉左先係摩地道，或者我可能去兜去尖沙咀碼頭再兜埋個圈翻嚟。我唔知。如果經尖沙咀，我哋知尖沙咀啦。你想去咩？我今日冇第
上車路咯。媽咪打嚟啊！係咪媽咪啊？喂，而家去到尖沙咀。我嗰陣上車差唔多去到邊度，你落去嗰度接佢啦，好唔好啊？而家喺重慶大廈。係仲坐緊車嘅，未落車。我一陣睇下咩車先，或者如果有15嘅事，或者搭15嘅事，係咁樣。家姐，媽咪問你翻嚟未啊？洪峰約咗人啊，下次先再同你去鬥，好唔好？唔知㗎，洪峰唔得閒啊嘛呢度。新年而家咪新年啦，過咗3月睇下點先，未知㗎，睇下有冇公開先啊。然後咁樣轉出去嗰地道，經尖沙咀碼頭，呢度叫咩啊？香港藝咩？藝術館嚟啊！哎呀，我睇唔到嗰啲字嘅。我之前同佢搭一好長時間，個幾鐘頭坐，因為佢又窄多又兜遠路，又多人上車攞車又多人。下一站係天光站。咩啊？ The next stop is East Kingston Station。冇可能蝕錢嘅，好多人上車㗎。請緊握扶手。梗係唔會啦，唔會取消。請緊握扶手。下一站係尖沙咀東科地道。冇嘢寫落去啫。係咯，你話嗰時話喺嗰度有個巴士站咩？喺嗰度咯，嗰個咪我哋巴士站。等下先，我打咩車買入去先。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你約咗你朋友去睇邊度啊？深水埗。我哋有冇車去深水埗㗎？唔通你阿媽咪搭車去深水埗咩？1:04咯。佢啊，哇！佢唔中意搭1:04嘅，搭成個鐘頭先出到深水埗。哇！你就嚟飲晒㗎咯，使唔使？呢啲嘢你擺埋喺屋企，叫媽咪得閒俾埋你飲啦，公公唔飲咯。唔飲嘅啫。係啊，我一陣見到你媽咪，俾佢叫你帶翻屋企啦。
即係總站去到總站喎，我哋係咪啊？我哋就話唔喺總站落車，點知嚟到又去總站。我唔知經女人街喎。係啊，我都以為要經女人街。因為大部分啲巴士都經女人㗎嘛。哦，呢度有9號車嘅。